从那个地心地这地开出来，啥个风雨机了、穷灵国了、高手类了，通通海里都关门。哼！还有这个三出来，真的是不晓得天高地厚，想得了苏州人的门腔里向做文章，没几把杀手锏，那侪得了铜钿。再讲现在市面上的风筝大玉米，99%的米店，侪是把他们玉米搞一菜走样，一菜走样，6块洋钿臭脱。味道嘛，甜瓜灵晶晶，酸极格了。听说小唐来讲，开出一盘大师级别的苏州米果，10美招。阿爸，还两个495毕业的人啊，不一定读得出来。那不是讲的话，足足箱子2分钟，装饰用特子200多万，发现天毛他就和米了，还3转来活。据说老板都阿条，看有风筝大玉米，发来白手起高。后次太子3个高子。让我一讲么年纪光人，现在传在孙子手上，所以背下来尝米的。哎，服务员，给我一个大包盒，要不要钱呢？不要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还有阿爸，公分的最要谁是心理变态？你懂个屁！我要大周期研究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个地心店一不翻开，一开始一拍当响，乒乓。